台东的海滨公园有一个更天造的红色的大象坑，有真侪游客拢会踮遮翕相。这是20年前南苏的艺术家做的装置艺术，不过因为天啊生生啊，今仔日拆除。若创作者是认为讲保强就会当解决啊，公所算是内拆掉，无尊重创作。初九早起，不少游客赶来台东市海滨公园，伫这个红色大象坑头前翕相，伫拆除进程留落最后的记忆。台湾摄影协会驻金点拍师也赶来记录这个作品的最后时影。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个台东的地标。那我们摄影界的朋友在这里杀了太多底片了，这是一个我们大家的回忆的记忆。那这个红色框框，因为它是铁做的物品，所以在海边很容易就锈蚀了，而且它现在锈蚀的非常严重，而且也有一种摇动的感觉。这个作品有人讲是看海，创作者是南苏艺术家夏曼马德洛米斯卡。伊讲20年前创作的时，伊叫做千变万回，因为每年无分日时是暗暝啊，会当透过这个相坑看到无同的海上风景画。也毋过伊讲作品只要保强就好，无伤大危险，强硬拆掉全民资产是无尊重创作。也毋过政府表示也是爱以安全考量，未来会整体规划邀请更较侪艺术家来创作。很粗暴的决定。便宜行事就这样拆掉，然后也没有交代任何的其他的方案。我们会跟施工所的团队一起去做讨论，如何将装置艺术跟休憩设施在整个海滨公园里面呢，是既可以顾到游客的安全，又可以继续打造我们的一个观光营造魅力的据点。官府讲，游客设施甲装置艺术创作要向无共的中央部会争取经费，要等整体规划完成，官府就会重新将海洋相关元素的装置艺术搁呈现伫海滨公园，提供游客翕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